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53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號 ，First draw number is 2。第二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1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21。第三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7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7。第四個搞出嚟嘅號碼係1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1。第五個搞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20。第六個搞出嚟嘅號碼係4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4。最後一個搞出嚟嘅特別號碼係19號 ，and the number is 19。好啦，今期落彩已經順利搞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號、2號、4號、20號、21號、27號，而特別號碼係19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落彩結果，即頭2、3獎嘅派發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去瀏覽馬會立場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